香港1個月工資，拿下中山這套房子。中山粵海城1185車爆款戶型，入戶定制鞋櫃，收納超級力，歸家整潔有序。獨立書房，辦公學習不被打擾。客廳尺度超讚，家人聚會超寬敞。重頭戲來了，超大落地窗，看一線海景，視野超絕，南北對流戶型，通風採光雙滿分，夏天的避暑勝地。要型的廚房，做飯效率拉滿，美食快速上台。餐廳同客廳相連，動線流暢，聚餐同待客都方便，雙客臥空間都完全夠用，老人同細佬仔都各得其所。公衛乾濕分離，1185車3房2衛，養老或出租必選。主臥大獨立衛生間同醫務間，私密性拉都悶唔怕有狗仔偷拍。我在粵海城等你來看房。